歡迎嚟到澳門，呢度唔單止係一座旅遊天堂，亦都係一座充滿信仰歷史嘅城市。而今日我哋會尋找一位喺戰火中為人們帶來希望嘅牧者羅若望主教。羅若望呢一個充滿信仰嘅名字，佢喺1888年喺葡萄牙出世。佢喺年輕嘅時候就立志侍奉神。喺1942年，佢成為咗澳門嘅主教。而呢一座聖若瑟修院喺1953年喺佢所策劃嘅之下完成裝修。佢培養咗好多神職人員。佢喺正值世界大戰嘅時期，選擇成為困苦之人嘅牧者。呢度係仁慈堂大樓，創立於16世紀，負責慈善同埋救濟工作。呢位係澳門仁慈堂嘅創立人賈尼盧主教。而啱先講到後期世界大戰嘅時候，澳門亦成為無數難民嘅避難所。羅若望唔單止係教區嘅領袖，更加係庇護佢哋嘅守望者。戰爭帶嚟嘅飢餓同埋貧窮，羅若望主教挺身而出，動員教會資源，為難民提供食物、住所同埋醫療援助。佢推動嘅慈善事工，令無數無家可居嘅人得到安置。聖魯寧座堂係澳門3大古老聖堂之一，佢嘅意義並唔簡單。羅若望主教當時唔單止幫難民揾嘢食、揾地方住，佢更加喺精神上支持同埋安慰嗰啲身處亂世嘅人。佢嘅講道充滿盼望，成日提醒大家，無論世界點亂，基督嘅愛永遠唔會變。今日我哋走過啲歷史建築，除咗打卡影相，諗深一層，信仰對呢個世界會有咩影響？當年喺羅主教嘅帶領底下，教區開始咗孤兒院、學校、醫療機構，令到無數無助嘅家庭有安身之所。大三巴牌坊，澳門嘅著名地標，前身係聖保祿教堂。佢附屬嘅聖保祿學院，曾經係遠東地區嘅第一所西方大學。16至18世紀期間，教堂曾經經歷過幾場大火，最後就淨係得返我哋而家所見到嘅錢壁。佢深信信仰唔單止係喺言語上，而喺行動上付出基督嘅愛。建築物會破損，先賢亦會離世，但係羅若望主教嘅一生就好清楚咁同我哋講咗點樣先至係真正嘅信仰。唔單單只係星期日返下教會去聚會去崇拜咁簡單，而係要活出基督嘅愛，要成為世界上嘅光同埋鹽。呢個從上帝而嚟嘅使命將會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去。你又準備好未呢？澳門宣教探索之旅，我哋繼續前行。拜拜。我哋又擺鋪頭啦。OK 嗎？